来，国防部说法好像还是变。我希望这一件事情一如总统指示，就是诚实以对。希望国防部要就事情整个来龙去脉完整的调查清楚，向国人同胞做完整报告，这样才能亡羊补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2位是。不好意思，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现在国防部已经在开记者会，但是原本说是队长陈兆辉，他讲说他有回报，但是他昨天又改口说他没回报，就算每天出来，国防部说法好像还是变。我希望这一件事情一如总统指示，就是诚实以对。希望国防部要就事情整个来龙去脉完整的调查清楚，向国人同胞做完整报告，这样才能亡羊补牢。事发已经5、6天，你觉得国军的危机处理如何？他们因为这个部队出去，舰队出去回来，那有些还在隔离中等等，我们还是给海军一个时间跟空间，相信一定会调查清楚，向国人交代。酷碰券国民党最新民调说支持率只有0.9%而已，那针对这个部分，政院这边是否还会再做一些调整之类的？我们向国人同胞报告，最重要的就是防疫，接着就是纾困，现在正在纾困，而且我们已经启动，很多国人在困境中都已经接到中央政府发放的现金补助，都已经入账，也看到有些人也已经把他的存折等等都秀出来给大家看，所以现在是在纾困。至于未来进入振兴的时候，要怎么鼓励大家出来，怎么鼓励大家消费，政府都整个在方方面面，整个在评估、制作跟规划各种做法，所以大家不用急，也不必去讲什么券，最重要就是要到时候希望大家都出来，大家都消费，让经济振兴起来。